请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讲师好，请坐下。咱出席各位兄弟各位组长同志以及咱在座诸位今天来宾，咱大家早安。早安。首先，先来感恩今天组长到在地处遮了解这个机会啦那学校啦，徛在台顶看到大家迄个诸位菩萨啦的笑容甲迄种感恩的迄种的精神感觉徛在遮我感觉足悠闲会当来到遮咱大家共参与尤其是在座有真侪老菩萨当然有看卖有迄个少年大家像安尼一家共款老菩萨一世人学道无退啦无简单这是咱道中的一个足特殊啦，也是一个足殊胜的所在。食老毋是爬袂土食老佫会当学道。大家都会当今仔日无喙佚佗，会当坐伫遮坐一晡，迄无简单要遮坐一晡要有功夫呢。你想讲坐这老三就坐袂赢一晡，咱的如果定力若无够有当时经济若无够1点钟就坐袂落呢，在咱有感觉无？这是我的感觉咱伫遮坐条今仔日对8点半开始到12点这差不多3点半钟的时间你坐条当然若讲去便所就去便所啦你坐条表示你定力有够定力有够无这条椅毋是较好坐的当然互我讲毋是较好坐做了无好啦是讲这条椅做了无好你就歹坐表示讲咱定力有够互较家己有安尼感受咱人较好动要静落来较困啥物人讲安尼？像阮伫公司咧上班，有当时嘛爱上课咧，阮公司嘛爱上课，上课老师若安尼讲1点钟，大家就坐袂落来，坐袂落，老師攏會講出，看大家伫安尼選為着拄久老師就知影，要不要休息？要休息，要歇睏一下無？大家攏講好，大聲的你敢知？伊即句好大聲的，因為1點鐘坐袂了，坐袂落所以人有當時講你計做了坐1點鐘我甘願出外口做1點鐘我都無法度遮坐1點鐘坐1點鐘我遮足艱苦的，為啥物會有這個感覺？因為人較袂愛靜，較愛動。你叫伊外口咧動1點鐘好好，你叫伊倒內底坐，講1點鐘你點坐伫遮，坐袂落。但是我看咱大家啦大家攏會當足穩的安尼伫遮坐，足濟老菩薩是坐1點鐘爾，坐一世人啊，坐幾60年。你真精神真是，過去攏有記記的，迄攏毋知對一尊菩薩道下來轉世的，咱毋知影。所以一世人要學到問題真的是真正不簡單。尤其是坐伫遮，為啥物較會講坐伫遮無好坐？因為坐伫遮會動頭殼，人攏是較無愛動頭殼的。所以今仔日講這個題目咱講理念正確就到不了。理念若正確就袂倒啦。講理念的問題，攏要講道理好，我聽甲真難搞，安尼我咧笑是是互我咧講話，咱大家笑咱若講互我今仔日伫遮啦互我是咧诸葛亮，就是講諸葛亮就走我來諸葛亮做個講笑安尼演一邊演一出戲互恁看我看恁大家坐一晡恁都袂忝，真正坐一晡你應該袂忝啦諸葛亮這個演員這個講笑多哩互我是諸葛亮，而且咱咧講道理道理是白吃無味道理白吃無味呢常常伫遐坐聽你講講一大堆道理我咧笑啦，所以我道理來講一般人攏較不愛聽。當然一寡較笑話的人就愛聽，迄是人之常情，人攏安尼。偏偏今仔日咱這個題目當然是咱重心準備的，咱講師就負責，
大家人分配，啊，互咱分配即个题目，含咱讲一寡理念，理念人正确去变倒。讲啥物是正确的理念？即个今仔咱要来研究。所以咱学道的人吼，咱学道的人无迷信，看到即句道理，咱就知影讲，咱是迷信的。咱有理念的哦，咱有道理的哦。哦，毋是讲啊，你对我，你牵对，你同我牵对对，我就对去哦，内底有道理。所以咱若咧叫人来求道啦吼，叫人来求道，互咱若咧讲三宝，互我第一句拢是安那讲。咱今仔日来到遮求道，叫你来到遮拜拜吼，有原因有道理，毋是凊彩叫你来就来，叫你转去就转去。今仔日你搭我伫遐来拜了吼，我即要解说互你听。你伫遐拜是咧拜啥？我一定来甲你解说互清楚。因为咱即个人，大家彼此拢有关。哦，你总袂使叫我来拜拜啊！叫我你恁咧拜啥？你若无哪讲嘛，无哪解说，若叫我来就来，叫我转就转。所以互我袂当讲吼，今仔日开始，你等下伫遐拜了啊，我就是要解说即个，搭我为虾米你伫遐拜拜，啊咧拜啥？解说互你听，互你的心会安。哦，有来到遮拜拜了吼，拢会袂安的。啊！你从我边仔是咧创啊，你这是啥物教？我拜了的时阵吼，就爱安那，拄安那，若无安那会安那咧。对吧？一间你拜拜吼，三吊遐拜拜，哦，迄已经足久的代志，已经10年了。哦，啊有一个新道亲来求道，啊袂拜拜，啊坐伫遐，啊互我阮啊下面坐伫遐，伊足紧张的。哦，因为带伊来的人，无甲解说讲来遮拜拜是咧拜啥，有哪足歹解说清楚啦吼。啊，就大家讲出就讲袂听。啊，伊伫遐坐着足紧张的，伫遐咧想讲吼，我在遮拜拜这拜啥呢？你带我来拜拜哩，然后甲我讲一句话啊，哇，你来遮拜拜吼，是毋是一定爱食菜啊？伊足惊拜了以后才食菜啊，无袂使食吧？安尼我讲无啦，我来遮求道拜拜是拜拜啦，吼，啊当然你要食菜上好啦，无你就随缘啦。我毋是讲来遮拜了，你就一定爱食菜，并无安尼啦。毋是讲来遮拜了吼，你爱唱山，对今仔开始我袂使食菜啊，无啦，因嘛无拜，啊有诶伊有可能打来无了解，无了解就一个啊，对你伫遐拜啊，拜了你即个拜啥我，你叫我我替你了咧创，有可能你也毋知影，啊所以就来了，互我来讲，我解释了，互伊明理伊若清楚了就安心，啊都就是安尼啦，足尽道理吼，你若讲互伊清楚，伊就安心。无互伊清楚吼，伊就安尼心宽一个吼。所以咱学道的人吼，爱道理求真理，你才会知影讲吼，爱听道理，你才会知影讲吼，为虾米你袂当来到遮学道？绝对有一个足主性的所在，离真理。所以今仔日要讲这个题目真正吼，这出来其实这个问题吼很简单，吼，啊咱看到讲，这个吼足奥妙的，我要去道是足奥妙的，我就慢慢去想诶。哦，倒一步一步来，哦，倒一步一步来。啊，咱对上简单来讲，啥物叫做理念，啥物叫做道理嘛？吼，道理。来，咱先看一百步，啥物叫做道理？理念代表道理嘛？你个念头，你想啥？你想的道理对就对，哦安尼，其实是足简单的道理。啊，互我今仔吼，就用即个图安尼大概来做一个解释。比如讲，遮有2丛树啊，互我甲编做1号甲2号，哦安尼。啊，1号的树啊吼。伊的枝叶足大，足无性的，啊，但是伊的根吼是创啊硬。啊，2号的树啊颠倒变，伊的枝叶吼较细无，较细，啊，但是伊的根吼创较足大无，足深，啊，佮足大，足宽。啊，互咱咧问啊吼，如果风干啊来一个扫，做一丛的新草，记得无？只有大家讲迄个啦，足简单的啦。树遐大，迄个枝叶遐济，根一点啊，当面风台扫者就倒啦。哦，啊若2号呢，你看根遐大无？啊，但是伊顶悬的迄个树叶敢较细尔，要扫较困难倒。所以两丛人比较吼，当然是第一丛先倒啦。我这也道理讲的，你今仔讲道理是要讲这尔，我是做一个比喻，道理就是安尼啊。你爱有下理，有下理你就袂倒啊。世间拢有道理呢，你是看到对啥无道理，咱大家想看。你看这条椅仔哪有道理？这条椅有道理呢？这条椅仔若无道理吼，你坐咧就变样就倒着咧。啥物叫做道理？就是讲伊做了有用啊，伊迄个用度有够。你这条椅仔到底要做互几公斤的人坐，
你个心啊，哦，迄内底有迄铁啊，哦，迄你着爱外粗，身体配合无好。像阮学堂迄阵，迄个大病顶已经拿起好的时，迄阵啊买一推椅啊，毋是像咱这铁的拢差。伊推椅啊，可能哦，足侪条做了哦，无下道理，无下道理，这个扑一个断袂，哦，迄断过来咧。到尾啊，阮来楼上讲，你来检查啊，看全部椅仔我顺一下顶，啊无吼，迄坐做椅你坐了煞，迄豆腐啥，你看迄断着了，骨头嘛断去，这要算啥？哦，安尼啊，迄足危险诶。随了倒椅仔来坐，甲又变化，当然迄条椅仔做了无好，啥物叫做了无好？一定内底有一寡道理毋对。哦，是毋是迄时仔上细机，还是讲吼，迄个角啊，吼，迄会吵吼，你若咧刻迄个角吼，迄个角啊刻了有一个笔顺啊呐，遐个上，遐会当上大，吼，伊就会比较长。吼，咱若读过机械吼，迄来车一支芯啊，我今仔咧讲人读机械就听到有啦。一支芯啊，大机才10线，才剩5线。你咧10线降了5线了吼，迄个角啊遐，你若无搭芯一个人讲苦外啊压落吼，迄支芯啊多重呢？10线的变落来5线的吼，迄个角啊遐吼，遐若无好啊，收无好，收我一个无吼，迄支芯啊会重呢。我这时啊咧讲这有道理的，不如理嘛，天有天理，地有地理嘛，啥物嘛无对，对一项无道理，你看这间厝哪有道理？这间厝道理呢？这间厝是建筑师设计的。这间厝若讲无建筑师，建筑师都有这招的，迄拢爱去考试的。伊内底的力学啦吼，拢爱去研究的，毋是凊彩我着大概画落啊，大概画甲啥甲大。今仔这间厝啦，我画啦，我袂晓算啦，迄单我袂晓算啦，我画一间厝，叫土水来做，看你敢画。讲我今仔去坐伫遮，毋知晓哪画的。我若袂晓设计吼，地板袂好啊，迄个铁啊来用咧足有诶啦，即间遮大间啊，即间一地面哪诚大呢？你迄梁吼，梁大无梁要支撑吼，你地板佫无够吼，我讲你真坐伫遮等下就到个。为虾米？为虾米咱大家坐伫遮做稳呢？因为这厝吼经过建筑师要计算，迄内底拢有道理啊，佫一无道理，风有风，电风有电风的道理，电脑有电脑的道理，啥物嘛有道理？你一架飞机离顶悬咧飞嘛有道理，一架飞机离顶悬咧飞无道理，遐重太袂挂落。哦，遐重袂挂落绝对有个道理啊。迄是咱无咧研究尔，咱毋知啦。迄若迄科学家咱咧今咧研究，就知影讲后边拢有飞机啦。迄若今仔日吼，我来发明啦，我若发明一架飞机吼，做了，互你去坐，看你敢坐无？讲我咧道理啊，毋捌。你也袂晓计算，安怎起的？你也要安怎起的？你也要安怎有咧风？拄着风的时阵，要安怎个使会稳？你毋捌我做，无人敢做啊！一只船遐重，划船拢过6000吨，你水面佫袂沉落，迄内底无道理。飞机重离顶悬咧飞袂挂落啊！船遐重离水中袂晓沉落啊！迄内底若无理太使。万项代志绝对拢有理，你看着、听着，所有一切，一丛树啊，一只狗遐，一只粉车，反正你讲啥拢好啦。你看会到的，你听会到的啦。你若想我这条无道理啊！你看着我这个身躯嘛有道理呢。你看我这样徛伫遮叫做活的嘛吼。为什么我活的？这内底道理就这样。今仔我徛伫遮就有道理啊！我会讲话就有道理啊！为啥我会讲话？当然，第一，咱讲我有灵性，我有佛性。有佛性佫袂使呢？我这个身躯爱佫会用尽呢。我有佛性，但是身躯袂用尽人嘛无吗？迄个灵性走出啊，身躯就袂用尽啊。我的心脏无好啊，我的腰肌无好啊，啥物五脏六腑拢无好啊，拢歹去啊，歹去免啊，袂用尽啊，袂用尽就走。为什么我会徛伫遮？第一，我有佛性；第二，我这个身躯足，这个道理佫有伫的哦。比如讲，我物件食落了吼。伊会分泌唾液，补了比较贵，贵了会制造卫生，然后来消化，消化了会咧传到个小肠，12指肠小肠，然后营养分安尼送的了，迄无好诶对大肠，就放出来。这种道理诶是毋是啊？讲这个我
你放心，你咧枵的时阵，你胃若无物件咧枵啊吼，就甲你讲紧诶，通去食饭。哦，所以咧枵你胃若无物件，你会知影咧，为啥？因为你咧枵吼，伊个神经会甲你传到大脑，然后甲你讲吼，紧去食饭啦，无你等下无力啦，倒去食。啊，你是安怎海喙干，想要啉茶？因为你身体的水分足少，足少了吼，伊的水分上少，伊来传到大脑，甲你讲，紧去啉茶啦，无你真正会热着。所以咱人喙干，你会想要啉茶，枵你会想要食饭，你会想看这有道理无？绝对有道理啊，无迄就无道理啊，对啥无道理，咱哪想看？啊，既然逐项拢有道理吼，所以原本吼，拢绝对无离开这个理。但是咱人佫是理性的动物咯。万项代志有道理哦，啊，咱人讲人是理性的道理，你想咱会当无明理，所以咱孙子讲一句话，无明理吼，变咱会对着受道。人会甲咱讲，我人啊，你困着听道理吼，迷信，你若互讲迷信，你会信去。你讲的人拢无爱互讲迷信啊，走尾人要互讲迷信。我来到遮吼，我知影我咧信啥，对。啊，就是因为你知影你咧信啥，你较坐会牢。我若袂信，我就毋知啦。啊，就人叫我来就来，我叫我等就等。哦，可能你信就信袂久咧，因为我都毋知你咧创啊，我有叫骗人，我嘛毋知。你叫我来到遮坐啊，到底你讲诶，到底对有骗你无？啊，因为你家己肯定，感觉当你家安尼做对，你讲诶道理正确。哦，啊你家己心吼有信吼，你就有信心，有信心你才会啥？比如讲，有诶就会参考。所以，迄要参考的吼，伫道理方面，伊已经拢加减啦吼，已经拢有一个认识。伊拢总无认识，一点仔概念拢无，伊哪有可能参考？我咧讲，咱逐个想法，他有可能参考。迄个参考就讲伊对道有信仰，对，本来人就是安尼做。这做事就是咱本来就是安尼做。哦，啊，所以伫道理内底已经信服了伊，即嘴菜甲食会落。无要食菜也简单尔。啊，食菜，我就是讲吼，要讲简单啊简单，要讲困难啊困难。你若真正你有劲吼，哦，食菜好；你若搁还袂劲吼，我会讲甲你强迫吼，迄是也无可能。即种物件嘛是我都强迫甲真正的。我一个同事，我毋知甲我讲过嘛，有话咱搁听一下。较早伫阮公司算那，伊即栋是体育馆啦，较早伫公司是五专的啊。我穿的吃喝嫖赌打的，无骗你的，吃喝嫖赌每样都会啊。啊，退休了吼，搁倒转来公司，经过足侪年啦吼，搁倒转来公司。啊，这个公司我看着伊吼，看伊安尼面相袂歹，因为较早是咱看伊爸爸，哇，足无错呀，足无美，迄人无啥物差别，迄个性无啥好。啊，怀爸爸，本来面拢怀爸爸哦。哎，几年后转来吼，台湾公司。面相哦，较好哦。我头讲你最近咧创啊？你的面相哪有较好看咧？伊讲我最近哦，我已经食半档的菜啦。我你也想要食菜？因为我最近拢心光光哦，啊因为因迄个团体都有规定讲爱食半档的菜。我感觉无简单，较早是吃喝嫖赌啉啊，哦啊就安尼。哇！就安尼食菜食半年，无简单，互我来赞叹。继续食，后我半当食啦，我知道。啉来半当，你敢知？伊食当做啉来，你敢知影？其实你已经改变足济啊！改变足济，你看食半当的菜啦，一般其实食半当的菜啦不简单啦，有你食一遍饭就食袂落。伊法度食半当不简单，但是伊食半当，伊就感觉讲伊真啊无法度啦。我来讲，你搁继续来，伊讲我半当足厉害啊！我会头前过这半当，我足厉害啊！就对了。你看，伊改变足济啊，伊搁半当的菜就有困难。啊，今仔咱在座的，当然哪有食菜，哪有食菜啦。因为在座足济拢食菜，食一世人。你敢有感觉我食菜足困难啊？食到病了会，无可能。你敢有食到无啥？我听着安尼食，你食一世人无问题。食菜对你来讲，这件代志足简单嘞。但因为啥物对真侪人感觉足困难，道理的问题。你今仔日伫心中内底认同，这道理正确，我体会我今日应该安尼，
叫你做就简单。咱若道理内底都有讲，有需要安尼，我免安尼。所以道的物件宝贵哦，道内底有理的，你咱来去研究。当然我今仔讲是叫你大家哦，暗暝食菜拢爱紧食菜，其实爱先明理。你若你有明哦，你食这就简单。你若无明哦，硬叫你食到尾你管唔着。哦，啊，就安尼比喻啦吼。我暗暝明理的，我第一摆来遇到你啊，你叫我请教说这哩，你暗暝明理。你若叫伊请教说这吼，人家伊会讲，我真着做爱食啦，啊，但是哦，我着请教我都袂爱食，我都袂使食，你会怎样讲？我着做爱食，我都袂使食，你会怎样讲？你是我请教，啊，你若你明哦，你袂管的。像较早互我吼请教了，我咧想讲，啊，我去请教啊，无食饱吼，安尼吼足艰苦的。我互我20岁就请教，我20岁。20岁请教吼，请教好了，我无一工咧想讲，当初若莫请就好啊。今仔日即个猪骹裤安尼面线，迄个猪骹裤有够无？安尼，讲啊，迄只猪骹裤，讲啊，上个猪骹裤，讲算了，就头安尼，啊，互我将来嘛咧想者，真正，为什么？因为互我咧请教是互我家己自愿，吼，是自愿，我感觉拢应该爱请教。有发心，你对道理有感受，你明理，落来了你家己愿意，这上好。啊，我若讲真理无明，啊，但是你硬逼我安尼做，安尼有问题。好，我人家伊讲吼，安尼我要来纠正。伊信心袂坚强，所以你有一个人做代志做了会有始有终是真理呢，是道理呢。所以咱无研究道理袂使呢。你道理若无明哦，就我代志做了，这个是换你毋知你做啥，啊我对你信啊，到底看你信啥？哦，啊到底好唔好我嘛毋知，换就嘛。所以学道的人要多听道理，多研究道理。哦啊，当初后壁咧讲啊吼，这是咱今仔日人吼，咧学道的一种的特色，是咱的文化。咱看所有宗教对一个宗教像咱安尼遮个一班的，遮个听袂见。咱若想看，体育班、升专班，是啊，搁有啥物班吼？咱若想看经典班、一道一班，咱若想讲咱单位啦吼，咱后日拜三吼，后面钢丝研究班之一点，啊拜五是高阳遐钢丝培训班吼，啊拜六升专班，啊礼拜是今仔体育班，安尼，啊大人伊家己搁开一个班，搁迄个。伊会研究班安尼，啊，头水安尼，啊，当然画班毋是讲全部人逐班拢出来啦吼，有的是体育班，无体育班啦，啊，总是至少啦吼，一礼拜至少就一班啦，啊，有的是爱用2班，啊，有的是用3班啦。讲需要其他一班啊，敢有需要安尼？哦，我着知做就好啊，听一个道理。过去咱师父迄阵吼，比咱真的班吼，搁较重，搁较少。较早班入迄落吼，叫做路会吼，一礼拜、2礼拜、1个月咧。啥物叫做一礼拜、1个月？今仔日咱来到遮叫是1个呢。过去迄民国20-30年的时阵，哦，迄阵年代叫咧蛮多的，20-30年。迄入迄1个月，你看你会当一个？我讲我一工就做啥？叫我做1个月。啊，伫台湾上久的我知影，敢就1礼拜吧。伫台湾我知影，一礼拜我捌去过，我知影。伫民国72年、73年阵，72年是在甲金钟啊。哦，我讲安尼，若老学生就知影。啊，73年是迄个特别时期啊。啊，互我是从73年特别时期啊。我带来就72年在甲金钟啊。迄日记面就是1礼拜袂当出。因为你有临时有代志，无你记面就是作息时间啊，像咧做兵啊。几点上课啊？几点下课安尼？啊，几点洗衣服？几点食饭？固定1礼拜。啊，除非咱若讲吼，真理无明吼，要叫你遐坐1礼拜，你坐袂落。啊，你真理若明吼，你会感觉坐1礼拜好个。我伫遐1礼拜基本上做欢喜个，都清醒，无简单哦。而1礼拜吼，转来袂拖歹嘛，我伫遐坐1礼拜，坐到人作成功，我转来搁拄拍拼。因为你互一个人会拍拼，是真理咧做主。
是你有理有名，你心有感受，迄个得入用呢？我心拢无感受，我想要拢唔知对唔对，他有可能入用。哦，我咧讲咱大家想看卖。所以过去国家咧修行道信愿行正，第一个是信的讲你理明我感受好，安尼你倒来不到有关。哦，道理无明倒来无关。哦，所以这文化从过去啦，师父师父就老，来到咱老些年，这年了，所以咱今仔日的这个文化甲过去就是安尼流传过来。当然其他的宗教可能比较少，今仔讲到可以较接近。像咧明白，所以咧研究的课有偌济，当然今仔咱这是迄个体育班嘛比如时啊，佫有经经典班，佫有金光经、心经、道德经，四书儒理民主。为虾米研究咧？一个人就研究，因为咱人是理性动物。理性就是讲你的道理爱互别人，教囝嘛同款诶。咱有饲囡仔你咧教囡仔，你嘛想讲。迄囡仔我会啦，叫你做啥，袂使有第二句诶。你个第二句我逐个包落，你就照我咧做就对了。你若安尼教囡仔，我会讲无一个你教会好，真正。你较袂对就讲，我是爸爸，你着听我诶话就对啦。讲较济人小弟小弟就咧耍。你若我讲你就安尼教囡仔教袂好。囡仔对细开始慢慢安尼讲，互伊明理。为虾米我今仔叫你安尼做？为虾米你安尼做是毋对？你讲我听，所以爸爸妈妈你明理了，你有道理，人免啊教你听。你若无学道理，无明理你若拢用迄种古早式的一条起来就输诶。因为较早人来读这讲诶，即个人袂读这讲诶。较早囡仔较当时有当时人讲诶伊走嘴等下去来。你真来讲我讲搞不好伊唔转来，伊要去网咖，伊要去交其他诶朋友。所以道理毋是道中咧讲诶，伊是倒会到你诶家庭嘛爱讲道理。爸囝两个，迄个某囝，迄个翁仔某两个讲道理两个翁仔某真爱相诶。伊若两个有道理，人搁讲，两个有道理，人搁讲，你安尼讲有影对不对？你安尼讲有影对。人也明理人也接受道理，人也明理心就切了。心就切了。所以人要沟通要有真理。你翁仔某要沟通有道理，人拢用一个个性。当家先生迄个比如讲我这个比如上班转来你着伤忝嘛是安那讲话大细声。等下来讲我较厝内我虽然无上班，我伫厝内安尼讲做忝诶，毋是你咧上班忝诶。如果大家人拢用情绪，我都无欢喜我讲迄个话，拢用情绪做代志，做无一项好代志。咱人有理智，想看，你有道理无？用道理来做代志道理代志不该输。所以人甲人之间你家己要好，内底要有真理。你道场你修行修了要成道，内底要有真理。对象无真理，咱就想看，万物拢有道理咱人较有可能无道理。敢有可能讲有啦，啥物拢有道理啦，厝也有道理，飞机也有道理，船也有道理，电脑啥物拢有道理。拄人无道理啊，较有可能啊。人拢有道理啊，人佫有道理。今日咧食饭就有道理啊，无你来食饭，你安怎食就安怎放出来，来对我一个道理咧。啥物拢有道理，较有可能讲人无道理。所以人的人生的当中一定有道理。对你生甲死拢有道理。三有三个道理好，也有好嘅道理。人落土，道理的命。你过去做啥？你即世变过，你是富贵命，贫贱的命。当然富贵贫贱拢在拍拼是无对，但是偏偏安尼拍拼，人为就是走伫富贵，为走伫贫贱，迄内底嘛有道理咧。对象无道理，所以咱今仔日到研究啦，咱师父教咱讲，咱若无明理，免怎修道咱今仔坐伫遮，免怎修道。所以修道就是安尼生活来明理，然后以后知影免怎做，这是安尼。那么倒来啦倒有一个问题，大家做参考。咱今仔讲正确的理念有正确的理念就会倒。毋知咱就问讲啥物是正确的理念？这个问题什么才是正确的理念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安尼讲这是一个大问题
啥物是正确的理念？吼，比如讲某某人讲伊安尼是正确，啊伊讲安尼正确，啊伊安尼讲是正确，对一个是正确的。做歹讲会了，两个人咧相骂啦，吼，你讲对一个袂正确，这过去两个人咧相骂，啊，伫古早时代，啊，迄个王阳明先生，一个王阳明先生，伊讲吼，你看这两个咧相骂，其实这两个是咧讲道理呢，伊咧讲道理好听，伊咧讲道理好听，这种意思，咱大家听会出伊咧讲啥无啦？两个咧相骂，拢会讲啥？你无理，啊，你会讲我无良心，我感觉你安尼毋对。啊！你嘛甲我安尼毋对，我认为讲伊安较对，啊！你会认为讲伊甲安较对，是真两个拢遐咧讲道理，啊！啥物人个道理是正确个？老像做歹讲啥道理正确？哦，那两个知影讲啥物道理是正确，两个袂相骂啦，就是大家吼看法会无同。啊，所以道理个物件吼，有时咧人讲，啥物是正确？哦，啥物是正确？咱今仔日互我用一句足简单个话来讲啦。有当时咱人要去度人，啊，话拢会安尼答咱紧个。啊，人心好就好啦，免去拜拜啦、食菜啦，咱心好就好。足侪人拢安尼讲，上次讲你去到倒，有可能拢会听人安尼讲，人心好就好，这一个问题。啊，啥物是心好？你认为安尼心好，我认为安尼心好。我认为安尼心好，认为你认为安尼心好。惊一句心好吼，大家小知影。无一个交集啊！其实咱也想，啊，所以讲啥物是正确的理念？咱即个人大家其实拢做惯啦吼，是毋是？拢大学以上嘛，硕士博士都足济嘛，即个教育程度大家拢足好嘛吼，硕士博士。啊，硕士博士遐认真，你看伊道理有明无？当然道理应该足明嘛，大家认真册啊，哪有道理无？但是道理遐认，捌了认真，啊，为虾米世间吼？争执斗争遐尔济，咱若电视一个看，一个开吼，啥物理论拢有啊。这边讲这边对啊，这边讲这边对啊，啊，对一个是对啦，对一个是正确个理念啊。哦，我有当时也去讲袂通，啊，这个人难讲见仁见智，所以一个正确个理念足难有。讲人吼，迄个讲啥？迄个爱诛仙吼，诛恶莫作，众仙奉行。道理我都毋知，当然啦，先爱去做啊，恶人去做啊，啥物是善，啥物是恶，有可能哦，真正个呢。当然啦，较大项的吼，较大项的无话讲啦。我今仔日吼去杀人放火，当然有对嘛，较大项。但是足一个细项的吼，你到底是对，到底是安尼做是善啊恶？哦，比如讲，我讲就简单的，咱讲玉祖就好啦。玉祖吼，啊，伊要做修行。啊！但老母放诶，家己去修行。你讲即个人是咪看有无好？有好无？咱若有学对，咱来讲毋即个有好。咱若无学对，咱绝对讲这不好。你讲你家己去修行，你但你老母放你厝，吼安尼，啊当然，若伊人玉做环境内底是安尼讲啦吼，伊若有留一寡钱，吼请人吼顾伊老母安尼，啊伊出咧修行。但是咱若心里内底若无认真去来想，就讲即个人不好。你家己家内顾无好，你哪有可能去顾无好？是毋是啊？咱咧想咁对，咱来想看法，这是拢是一种理念哦。个人的看法哦。你家内家己都顾袂好啊，你要去安怎去学顾袂当？你毋家内先顾好，家己顾袂当。然后听起来就对啊，本来道理就是安尼啊。家内先顾好，你到迄个就能去顾袂当。听起来就对。但是你若去继续来研究，哪像就毋是安尼哦。如果今仔日做，你若讲好，我今仔日家内拢顾好，到我老母放转去了，然后我家己去修行。今仔日咱知影啥叫做玉做？今仔日足侪兄弟姊妹拢无法度人发自可爱超生了事。玉做伊去修行有偌大的意义，咱拢知伊偌大的意义。伊若无喙。我头先讲的，咱毋捌啥物人叫做玉做啦。第二，法无人看，无人讲我众生，一个玉做出世了，
当时多发偌济人，使偌济人超生了事，使偌济家庭因出光返。伊出来了，偌济家庭光返。哦，伊若讲我著我阮兜的家庭好好的，然后了大家去收入后壁，伊拢免做，迄叫做因小失大。当然有效重要，但是有一句话讲，有时候也要以小作作。看你今仔做一件代志，到底你的原因伫对一件，你的重点对一件，袂当一竿子打，就是讲拍所袂准安尼啦。袂当安尼，爱看伊到底原因伫对。所以有当一件代志到底对啊？当然啦，以咱真来讲，咱真在家修啦。咱真在家修，当然咱真爱行孝道。伊若讲即个我咧厝拢做不好啦，伊然后去外口吼对人做好诶啦，当然咱毋对咯。安尼当然咱毋对，他有可能讲你伫厝内拢安尼做了做无好啊，然后去外口对人做，当然安尼是毋对。但是要做即个题，含这个无共，含这个无共。当然以咱真来讲，我就是爱人家庭，用个好势，人来咧收入要够有一个，来表达你看即个人道遮尔好，伊收着道了，你看伊对家庭、对爸母遐友好，对兄弟遐有情，你看人爱加则带动全家收，这就是对家庭带动了迄种不同啊，这是正常。若着做迄个咧，着做迄个咧，就袂使安尼讲啦。足侪咧吼，你会看伊的因缘，看伊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内底有啥物道理，袂当讲全部都是这样。所以一个有理智的人伊咧看代志伊会分析，伊会伊对一个面对即个面对看到底有啥物利弊得失，爱安尼看咧。如果咱人只是用家己的自我意识讲，迄个拢安尼讲爱明察秋毫咧，爱明辨是非咧。所以，啥物是正确的力量？其实无法今仔日无讲，无讲你今仔这一2点钟话你是要讲啥？讲有道理啦吼，歹势啦，咱讲怎？有时讲着你讲嘛，会流面啊，是袂讲嘛，咱知道我客气嘛，这嘛有道理咧，这道理当然我毋是读医学的啦，一定内底有啥物款的咱的即个呼吸系统有啥物款的即个分泌物嘛自己就会分泌，这拢是正常的道理，袂啥物奇怪啦。好，谢谢。在老人电脑坏害一个坏，较袂有即个情形。那较今仔讲无要讲啥物是正确的，当然咧，你个重点，较今仔主要要讲个重点，因为迄个重点咱若抓无着，今仔大家讲做济，人安怎做爱友好着爱爱当做人爱好啦，啥物讲一堆啦还是那一回事啦。其实咱正人毋是捌道理的。我头拄仔讲的，即个人连知识拢大学硕士、博士以上的，足济咧。你要讲伊有捌道理吗？啥物人讲捌道理？做人的道理对一个捌，咱着想看。你若去人户口讲几句讲今仔分一张考卷单啦，然后你写出个问题啦，人是不是要孝顺？当然大家会答说绝对不要的。人是不是不要有嫉妒心，莫有嫉妒心，对。人敢是度量爱看对。我讲你若考试，大概100分，我讲你毋免来讲这项对啊，你毋免求得啊，你要去外口问得啊，大家拢一定甲应到做好听啊，对就捌道理的。但是捌道理有啥物世间遮尔大？你看嘛，这世间大乱的，比早乱的，这个人智性比古早时代较悬但是这个人是比古早时代较无单纯这个人的争执比古早人较济古早人可能无读册但是咱从看来较无啥代志。这个人册读足济但是好像事情唔多。
咱着咱电视拍开你就知影。迄内底有偌济问题，全世界拢安尼，毋是台湾尔。其实啦，其实都很乱，治安嘛无好。你讲美国遐尼先进，美国遐尼先进，其实听讲你若去到纽约哦，我是听你讲，我是未去到美国。你去到纽约，暗时啊叫卖出，听讲你若出去做容易发生代志，好抢就这个。那先进的国家，大家人至少拢遐尼快，有啥物社会问题遐尼济？哦，所以力量，上面真大力量，咱用控制来讲，控制就讲一句话做例子。伊讲科学强学比科学多，科学强就讲大家拢通倒遮学，控制来有先做这嘛？可能不啦7、不啦8，吼袂一定，咱拢讲3000粒子啦，吼，可能搁愈济。但大家当然要强比科学多。但是袂一定，大家拢能照倒行，有啦，我做老师啊，做这，但是袂就是照倒行，袂伊都无，大概也无得看呢。哦，所以比科学的袂一定大家当照倒行，照倒去行。科学的比科技，搁做做讲，即部分的人会当照倒去行，但是伊袂一定比科技来讲，伊袂一定入心，入就是讲伊家己受了做好，叫做入，伊家己徛会知。伊有照倒行，而且伊家己搁想了足好，入心行道嘛，你就是入心，就是讲做甲从行动袂歹。那考虑与考快，考虑就是讲，这个人即部分的人搁愈少，受了足好。哦，伊伫咧教学的当中，搁会当照倒行，照倒行，伊搁修甲足好，即个有少人搁愈简单。但是伊会当入心修心修了好吼，比考快，啥物比考快？快就方便就是讲对代志的看法。啊，这项代志应该安尼做较好，这项代志应该安尼做较好，叫做方便。因大家修拢修了足好，有当时啊对代志的看法都会无共，安尼叫做考虑考快。因此讲来到遮，方主讲即句的意思是啊，道理吼要有交集足困难。啊，你着安尼讲啊。啊，你有你看我感觉你较对啦，你感觉你较对啦，是不是啊？足济呢，讲袂完嘞。所以，互我今日无要讲，就遮简单。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出于讲你应该安怎做。哦，我应该讲足济道理，啊，互你背开了，然后你照这道理来做，好像不是这样。听起来哪像是，啊，其实实际上哪像也毋是，实际上哪像也毋是。但然啊，到底有兴趣的？为什么我道理有听你嘛？听大陆讲巴拉全世界大陆嘛，知影这个道理啊？啊，为什么知影这个道理？到尾也阁会相信。迄啦讲吼，一家厝内底啦吼，兄弟姊妹过来啦，大家嘛知影友好的道理啥毋知？但是若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冤家的时吼，拢会讲大你安尼做吼，对你安不好。大会讲细，你安尼讲毋对哦，你安尼是不好哦，对爸母你安尼对爸爸妈妈毋对哦，你袂使安尼哦。我爱讲兄弟就话，伊咧兄弟嘛拢讲伊咧友好，所以人会承认讲伊不好，讲啊歹势我毋对啦，我不好，哎承认讲伊毋对哦，迄个人应该看。一般的人讲是安尼，迄我安尼做吼是为着爸爸着想的，我安尼做是因安尼是毋是？啊，你问题规个家来就伊啊，哦，但是会想的。啊，到底啥物是正确？很难讲嘛吼，啊，所以这句空性里来讲，确实足侪看法，咱嘛是我交集。不过虽然我交集，伊内底一定有一个重点，叫做讲这句话。咱若去看叫做环境吼，很有意思哦。哦，叫做环境吼，你若去啦，咱若有看过吼，我讲安尼啊，恁大家以后比较注意看嘛。玉做咧讲，玉做环境内底有一个字上济。你若有看过玉做环境的，等下恁会当去现看算看卖，有一个字重复的上济，叫做自。即句话就讲，一切法通不离自性自，伊拢讲这句。哦，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初心治了是自。啊，爱自修自行自性分道自。从头到尾你来看卖。有做伊无讲啊！我今仔有做侪道理讲你听，你正在做就对啦。伊绝对无安尼讲，伊讲一句话讲安尼讲，就无以法污泥，即为公义，但随风解北家己上来。我甲翻做白话啦，伊的意思讲，
从言语以翻译你即为公理，公理就是讲我是咧欺骗你。你若我若讲有足侪法，啊，讲互你听，你只要咧做咧心对啦，迄是我咧骗你咧。我讲奇怪啊，你老师咧说法，我咧说法，毋是讲你著讲安尼啊，我著照安尼做啊。伊讲但随风改百家未送啊，伊是随着了古人的病气讲命咧，伊是无道理人讲讲的。这是着做讲的话哦，毋是我家己发明的哦。啊，咱大家想看讲，为什么别人讲？为什么别人讲？要做讲即句话，所谓办法，办法就所谓真理道理啦，好啦，拢无离为你的自信，拢对你啊，对你出来，毋是第三者传，对你家己的自信出来。你家己的自信若明，你真理就明；我家己自信若蒙蔽，你真理拢蒙蔽。啥讲话咱听是一回事，吼，咱讲实到颠倒。其实真正咧明理的是你的自信有明理啊。什么叫做你的自信？你的良心本性啊。会着做咧讲道理，伊的重点是较为遮呢。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讲袂咱世俗人，我用安尼解释人讲啊。为咱讲啊，你这人良心发天啊！你看一个人吼。你看一个人吼，一个人伊开始咧改变，一个人开始咧忏悔的时阵是啥物时阵？毋是捌道理、捌足侪道理的时阵，嘛毋是有听足侪道理的时阵，其实毋是咧，是伊家己的良心发现的时阵。啥物叫做良心发现？就是伊的自信咧活，伊的自信咧活。如果伊的自信若咧活开的时阵吼，电子才是同家己感受。伊听啥道理拢会入，伊的自信若要活起来吼，摆讲你讲即个先生来讲我听，讲3月3日的道理，有够妙的道理，足正确的道理，啥物理念的道理，我讲伊拢袂接受。看安尼讲，知影有领导无？伊若家己无良心发现，家己无觉醒啦吼，神仙来无救啦。伊家己若有觉醒吼，第一工求道，一个落去就感受啦。第一工求道绝对有感受。所以，只有一个人健康理念的是咱的良心本性，大家拢有一回事呢。今仔咱讲道理吼，无迷信的，毋是讲啊，我是一个大师，我今日心教心通讲大啊，然后你大讲对话，我讲啥你听啥，只要做，绝对要有咧信分。而道中内底无一个点本书，无一个经验，老经验安尼讲。我安尼讲，咱大家想看，包括咱师尊师母嘛袂安尼讲的。咱师尊师母伊的道理嘛是讲。吼，过去一个典故嘛，我直接重复嘛，咱大家捌听过。吼，咱师尊就问这道理啊，讲啊道理啊，等下甲老师转去了吼，我转去了，来恁要对上修啦。当然师尊转去对师傅修嘛吼，正常嘛。若师傅要转去话，你要对上修啊。当然师傅转去就对老前人啊。老前人若要转去话，你对上修啊，对前人。前人若转去对上修，对点本书。点本书若转去话，你要对上修。我毋知影，我毋知要对啥修，大家拢等啊，我毋知要安怎修啊。为啥咱师尊来讲啊？当然，咱一件事上爱有一个领导中心，咱大家依为主，这是人事上必须安尼。有一个领导中心，依为主，足侪代志要咱做依为主，但是以心境来讲，毋是对上修。咱师尊师傅嘛讲，你对我就好啊，伊嘛无安尼讲的，是你家己的老师吼，爱活起来。你家己的老师无活起来，你道理袂明啊！哦，家己的老师无活起来吼，偌济道理讲你听听袂入啊！哦，所以咱每一个人吼，拢是上对老师，过去不得，世间万物无，咱人拢有性，咱的有性若要活起来，啥物是道理？所以啥物叫做佛法？很有意思嘛！我说啊，我今天来这里听佛法。听佛法。法对对来，法对不来，叫做佛法。无好道法叫做佛法，法绝对不传。不离对，分离你的心中。你讲我分离外口，你看伊就分观世菩萨，咱这个伊拢嘛是。佛法一定是对你要传，但是偏偏就做讲一切法不离自己。真正不离对，伫你的心中的。万法万佛万菩萨拢伫你的心中的。你的心内底有佛无较重要的，毋是外口有佛的，外口有佛无合你无关系。
是你心中有本无较重要呢？你心中若有本吼，看起来拢有啊；心中若无本吼，看起来拢严重的。哦，所以你千万莫不离自己。今仔咱要讲建立一个正确的力量，是因为你有一个自信、公平的自信。你家己的公平的自信无蒙蔽，做人吼，你做看。一个人敢若伊良心发现，伊家己自信有咧活的时阵吼，有足侪道理家己会清楚咯。真正足侪道理家己会清楚，伊家己会想啊，啥物对毋对，该做毋该做，你拢免来讲，伊家己就后悔。因为良心发现，伊若良心发现咧蒙蔽的时阵吼，啥物人要起来讲啊？某某人你咧做对，你甲咱做甲对，你若讲3句，但你应10句，你袂听讲会赢，我无听。哈，你袂听讲会赢伊啊？你安怎讲伊绝对有法度有道理，也免赢啊！啊，若甲伊家己良心有发现，伊家己自信有公平活起来吼，免人讲啊，伊道理比你较清楚。所以足侪前人者吼，话有捌记的，较早咱咧老菩萨，有捌记的讲道理咧。求道得了吼，伊感觉得好了吼，有足侪世间的道理家己会通。所以人只要你心若无变，心若无重点，心若无往变，有足侪道理你家己会通。道理听起来咱讲足侪道理，其实也无道理啊。我安尼讲，咱大家想讲，我今日伫遮讲道理，咱会感觉在做啥讲？听起来咱讲足侪道理了，其实就无啥物道理啦。所有的道理是对你有信的。你若有是生出来了，你就知影讲，我对我的父母在该安怎，你就有一套好道的道理。好道的道理是你家己准备出来，毋是啥物人教你安怎做。人搁爱讲哦，你着爱人家己教你安怎做，你才知影安怎做。做咧袂到遮，着爱你家己清楚讲你该安怎做。当然要做的方法，各人无同，各人无同。比如讲，咱讲东方的人甲西方人，东方人甲西方人表达出来无同个。咱东方的人吼，就是较含蓄嘛。有当时啊，母亲节到了，父亲节到了吼，咱袂讲表演甲安尼啊，足亲密安尼嘛。但是咱内心内底对爸爸妈妈是尊敬的。只是我的动作表演出袂遐尼开放安尼。若西方人吼，伊就较较表演。有当时啊，母亲节到了之后，妈妈母亲节快乐，到了亲节啊，嘛无。咱可能东方其他袂来，但是虽然讲大家人做法无共，无影响到伊咧发挥伊好性，迄是做法无共的，但是伊好性互我意思讲，如果你的自信若无袂死，你的不信若活起来，伊是后边怎做？免去看册，你就知影免怎做。免讲我来编一个好经，人讲主讲爱安怎做？所以今仔咱咧讲的道理嘛是安尼，你看佛道，我哋讲道理3种12部经，讲经数啊49年，迄部经互你看袂了，迄部经的道理伫对来啊？毋是对个有生出来，咱大家嘛好是，所以大家来讲道理，只要咱的心中若无妄背，你的自信若发挥，每一个人拢做个，毋是讲我捌记啦，我讲道理，无是安尼哦。讲道理，咱就捌记毋捌记无啥关系咯。只是捌记的人，咱去收集一寡道理。看一看册，然后做资料来讲，是捌记人会当安尼做，但是毋捌记的，伊有可能无这个资料，无这个道理，但是伊家己当发挥这个道理。看你安怎讲，道理是慢慢包，方方变化，无固定的一个方法，方方变化。所以而且好法的重点嘛，啥物是正确的力量，伊是真正的力量，伊是。今仔咱来讲这佛道要创啊，听认真道理要创啊。咱若讲我听落来记的，当然听落你爱记，但是你想看嘛，咱会当记偌济？这是问题，我讲到问题了。你会当记偌济？我毋是听道理，毋是要记吗？无要记，我来遮要听要创啊。我当然足简单的啊，我旧年有哪捌来啊？互我讲咱咧，互我旧年讲啥物题目？袂记一来对，我旧年捌来哦。我是旧年有人无来啊！旧年你若有来有听我讲着，无你想我讲，互我讲啥物题目？可能题目就袂记一来，袂记一内底，互我讲啥？当然应该拄袂记一。因为你记搞好甲讲哦，旧年的代志你会记一，你讲啥物题目内底讲啥物
内容，有啥物事故，啥物啥重点我知。哦，你来咱记到呢吼，你是心灵，你有神通，真正诶。免讲甲钱啦。顶礼拜咱只有10几班人啦，顶礼拜有几班你想法讲顶礼拜开几班的时阵，讲啥物人讲啥物道理啊？你想法呢？是不是拢袂记住？正常。莫讲你袂记住，我嘛袂记住。啊，就是20仔打迄个生活衫，开过迄个经典班，就顶经。其实我这边想，经典班就经典是讲地几种，含地几种，我尽量用要想无啦。莫讲迄个讲书内容讲啥，讲啊奇怪，啊安尼咱听到你拢讲白听，这你听拢袂记住。其实咱听到你重点对咱拢知影，咱若拢要靠头壳去记啦吼，足危险。头壳的记忆力，骹巴记忆力是迄个有限的呢，你拢知影嘛？你若甲年纪有啊，足侪拢袂记住，对不对？啊，我道理拢怎啊记伫头壳里？啊，结果我年纪有啊，脑部退化，叫我袂记住，我拢白学呀，我这世人拢白学的。其实道理毋是听落了记伫头壳，啊无变啊，人讲的啦吼，它有头脑的层次，还有一个更深的、更一个较深的层次，叫做啥？心灵上的层次。道理爱建立到心灵上的层次，迄道理。道理若无记到你的心灵，只是听伫脑海当中记会听，安尼就人遐记。有一讲迄个话，咱人吼记忆头壳的吼，都足丰富足简单的。咱讲话人吼，迄个使用爱好嘛，好脾气，啊，烦恼，我记头壳紧啊，讲师有讲啊，迄个烦恼拢假啦，世间若无啥对，啊，烦恼遐济搞操，遐济要创。我会讲，你拄着代志咧烦恼的时，你这道理拢袂记住啦，好袂记。你若拄着代志咧烦恼的时，你迄道理拢袂记住啦。我今仔拄着一件代志咧受气的时吼，人讲师讲爱脾气方面爱改，迄毋通去受气安尼吼，你受气是咧惩罚自己。你今仔早来受气，迄道理你袂记住啦，我无骗你啦。人会当记偌济道理？真正咧用的时阵，我会讲，代志无记就袂使。有影无记袂使啊！讲你啊讲，我着拢莫来听，嘛毋是安尼，莫来听嘛毋对。啊，哪咧变啊？其实道理就是不离主题的讲，我来到遮听道理，我心有来。讲师咧讲的道理，你有头回讲，我就有你心境内底要体会。啊，伫心境体会看嘛，心是倒转。大家本来拢有倒啊，倒是免好的，倒是免直的，大家本来拢有倒。咱只就是一个心拢向外口咧吹，心拢向外口咧。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生平行世俗啊，饮食不离免，一个心拢囥伊啊，你想变哪行对？我来讲咱大家，佮听偌济道理嘛是一回事呢，嘛是世俗呢，嘛是粗俗，我感觉你有道理呢。因为我的心都囥伫外口，有做人讲一切万物不离主题，其实真理伫你心中，你家己有自尊，你来当回光返照，慢慢，你的心灵上就变啊，就无共啊。你的心灵上有迄股的真理了吼，佮互你脑部退化吼，照常表现较足好。我讲一个内行人做常人，较有即个代志，脑部退化，你的心脏都会好。比如讲，我的脾气足无好，啊我有足济道理，啊当然若拄着一寡代志来，照常我无脾气嘛吼，正常。但是如果我今仔日修行，听着道理，我会当正我心，时时刻刻回光返照。学得爱回光返照，你无回光返照哦，定定会等于拢袂记咧。学得回光返照，你把你的心情倒转来，然后去注意你的心量，有够清，心量有够清，外欲的物件讲减少，你内照的功夫增加。我敢会讲10年、20年不同方向。10年时间一个愈无简单。我讲咱陈前人贵族一手大先的，其实较早吼，伊迄阵嘛拢免听讲咧练拳头，旁咧练功夫诶，气那足神诶。听讲啊，我是毋知啦，就捌听咧讲。啊，伊家己有捌咱咧讲啦，咱一手大先贵族在使捌咱咧讲。迄阵年轻气盛吼，有那咧嘛是讲举一支刀啊，家己教啊嘛是也是惯。
我就有讲啊，那年轻气盛的，但是研究着得了伊的自信，觉醒。啊，有觉醒了开始，你看人要修行吼，伊会落照，修心养性伊会落照，伊对外口的物件放大。啊，伊落照了，伊已经进入到伊的心灵，迄叫做进入到心灵啊。心灵的意思是讲，你的心是有倒转来，迄叫做修心养性，你的心开始咧养，养知影意思？养就是讲咱伫咧饲，然后咧饲愈大只，愈饲愈大只，迄个养。咱的自信，因为你有修心，你心是有倒转来，所以修心嘛会当讲叫做。修心嘛，当叫做修心嘛，心是有倒转来，你甲我讲养性，养性就讲进入到自信，迄种你的无骗你。啊，你若有安尼做吼，听足济，记足济哦，拢袂记，我无骗你，拢袂记起来。啊，所以咱听个道理，你爱分分分条，你的心中。啊，咱同学感觉咱去所到先对袂讲，甲伊老的时阵吼，同学伊阵对90几岁，是安尼大的时阵。真正见个人嘛，无啥会记啦，伊脑部退化，并无遐清楚啦。你要叫伊讲道理，用我道，脑部退化，有可能即个代志拢袂记起，有可能伊的道理，人都袂记起啦，道理搁更加免讲啦，应该拢袂记了了。但是吼，伊个性都好个，你若听讲啦，迄种比较少爷在讲啦，吼，你去到病吼，你抽头，你创啊，迄出艰苦个，迄怪病，迄病人吼，讲起来艰苦个，我比伊呢。但是拢咱理所当然成年人拢袂讲这老个性较好，也袂受也袂安怎，袂火。有当时咱若食老吼，啊若身体无好，咱做老岁是实咧。但是咱成年人袂都袂火，但是脑部已经退化，啊但是伊也袂记这道理，也袂记这人，但是伊的使用就是搁遮。迄叫做啥？迄叫做迄语言真诶。伊今仔日过去的道理是记的，但是已经进入到伊的心灵，改变伊主意啊，你真正改变。人要想要修一点心尔咧，你心是会倒转来吼，你心若会清就是有种诶。你心若袂清吼，佫一种心诶。证明我今仔日吼，读到博士，记足侪道理，千经万典拢背甲了了，还是众生诶。啊，可以种心，我这是安尼比喻啦。修行真正行要修甲会真，就是你嘅心灵，好甲袂讲反正。所以咱讲，啥物是正确嘅力量？无人讲。足侪外口足侪啥物道理啊，迄个四书五经就无安尼讲嘛。当然，咱的经典咱研究无对，但是研究的经典拢爱回归到你的本性，想法毕竟的心，先做安尼。我讲嘛吼，咱来当你的心若是不倒转来吼，你就知影讲外口的物件拢假的。外口的物件拢假的，为什么外口的物件拢假的？剩落来拄仔你真的尔。你看你自细汉较真啊，偌济咧改变啊！你若想会到的吼，自细汉你做囡仔较真，看你真几十岁，最常是真诶。哪像我若想几过去吼，我细汉诶时，我住诶厝是迄个红庙厝，啊，若是咱知啦，土家厝，迄厝拢迄个土做来，即迄种厝对，可以啊，啊，毋知伫倒仔真拢起楼啊，较早即条路伫遮真人拢变啊，可以啊。所以你若讲要找讲，我较早50年前做囡仔诶时阵，行过迄条路去伫对，真有感觉我当年阮爸阮妈妈咧讲，你知影阮小妹仔住伫对？我小妹就我咱去，我小妹仔，我妈妈去93岁啊。啊，我细个国校诶时阵吼，我妈妈带我去阮阿姨家，伊住伫个新华遐。伊问我讲，你敢知影迄个恁阿姨住伫对？我知。就细汉国校教这40、50年啊，我较低年无就去落来，啊，较早国校10岁，啊早10岁嘛，我即个那40、50年。我有法去，但是我敢讲啦，遐个厝绝对变啊，遐个路绝对变啊，你要搁去，无可能啊。靠，遐个去做点，无啦，我讲知影啦，做煞啦，但是遐个久无见到啦，免搁去做遐啦。啊，伊当时人头吼，就拢会想讲吼，啊，我年刚刚走吼，我小妹仔就爱来。伊拢会安尼想啊，有可能留一回啦，有即个地啊是安那，是毋是爱有迄个后家厝啊啥个人，后厝啊啥人爱来安那？啊，伊拢想讲，我今仔93岁啊，遮老啊，搁一工要走，知啊，就爱小妹仔来啦，创啥，顾厝啊啥个，较早老都有即个情况。其实人咧走煞嘛，袂去玩得济啦，来5岁、5岁时间，真正诶，
这个人哦，后尾最重要。世间一切其实我都感觉讲吼，啊像一个基金。哦，咱即个烦恼的即款代志啦、人啦、物件啦，你来看，搁经过10年后、20年后、30年后的时阵哦，拢无共啊。无一项永远拢会袂存在啦。啊，较早我讲时常讲一句话对，我去到底拢会讲一件代志。较早阮爸爸迄阵，阮大姐咧嫁的时阵哦，阮爸爸娶媳妇，啊第一间嫁，阮大姐咧嫁，迄民国差不多60几年时阵，伊坚持放菜，迄阵拄仔伊食菜啊，阮兜无一个食菜，我妈妈姐姐全部拢袂，迄阵食菜人足少个啦，民国60年到65年迄段时间啊，哦，迄阵我都细个，咱读国校尔，无人食菜，伊坚持放菜，黄面甲臭头起来。过2层骹吼，讲你想要食遐食饱无遐简单的，拢是差不多请来的时阵哦，利用即个时阵食一下大鱼大肉，啊无平时啊食我摆你今仔日放菜，哇，啊无伊阮人饱无遐人饱，较早人做了咧弄一回，你若去了有请吼，拢有一个习惯，摕一条筋啊，啊喙了吼，等下时阵就是鱼丸啊无毛虾啊，吼，囡仔娃娃伊会了知，但我办一个菜，我无毛虾人咧饱，无鱼丸人咧饱。每个操作起来，伫迄个时阵，我爸爸点点，伊做对，啊，伊点点，伊袂去管啊，我妈妈嘛点，我妈妈啦咩，阮厝边边标志嘛，我有听咧做囡仔，我有听。经过我差不多50年啊，上面人都袂记得这件代志。过去的代志，你感觉哎哟，就这件代志哦，阮朋友安尼甲我念啊，我是哪出来讲？我讲迄拢假，你即经过50年后，无一个记一个，是互我算记伫个会用一点仔提出来讲，互我老一间斗袂记一个，即件代志无人会记一个，啥物人会记得这啊？咱大家想嘛，有讲我爸爸人辈伊拢记着，我惊红念，好啦，找人放者，我讲迄拢假嘛，迄个是真诶，你做会了，迄种真诶永远伫诶，啊，若人要念吼，念嘛出在伊啦，会过。人生就是安尼呢，足济人生世事吼，你真看足真诶哦。你搁甲看30年后、40年后、50年后，我讲迄拢遗忘已久，拢遗忘已久。咱人吼对人生一切吼，你要想通，啊，用真理去看，看这外表。哦，咱若要有正确的理念，就是你家己吼自信诶，你家己自信迄个是真诶，其他就是人世事、人生啊吼，阿仔我着离开诶时阵。爸仔囝都离开的时阵，一切拢是一个因缘。即世人有缘做啊，即世人尔，搁过无啊？我真免烦恼，我顶世人阮带来的迄种啊。我着即世人，我着有即款个家庭在个，我搁烦恼我顶世人阮带来即个种啊。哦，咱若讲一句较歹听的讲吼，顶世人阮带来对家人，我嘛无关系，真正个。啊，你来讲即世人啊，你是反正顶世人，你带来会去介绍，有时要叫人在经过就无啦。人生的世事吼，拢是安尼讲是。啊，所以人爱了解一切万法拢伫你自身，你永远伫。我细汉，我其实阿伯啦，我细汉嘛是阿伯啦，叫阿伯，我这大嘛叫阿伯啦，人讲我老嘛，人讲告别意思迄个名嘛是某某。